去東莞想一個人放空，佢唔知去邊度。小編為你準備咗5個免費又好逛嘅散心好地方，俾個 like， 關注下，一齊嚟睇下啦。1. 石碣起航廣場，呢度有一片綠油油嘅水稻田，而家正披住一身青綠嘅外衣。當秋風拂過稻田，掀起一層層漣漪，正正係我哋盡情享受自然、安放身心嘅絕佳去處。而東城洲屋稻田，一幅都市與田園交融嘅巨幅畫卷正緩緩展開，黃旗燈籠、國貿等東莞地標由多彩稻谷拼接而成，構成一道獨一無二嘅風景。3. 茶山上園稻田，喺呢度你可以一頭扎入清脆嘅稻浪，等褲腳沾住稻香，感受田埂上嘅陽光同各份對豐收最質樸嘅期盼。4. 橫瀝村頭村，一幅佔地4.5畝嘅巨型稻田畫，現場超震撼。佢以翠綠為底，盡情揮灑住鄉村嘅磅礴詩意同無限生機。5. 中塘黃涌村美麗田園，漫步喺舒適嘅人行道同景觀橋上，沉浸喺呢片由荒地變身、與綠意呼應嘅悠閒空間，盡享愜意時光。揀一個天朗氣清嘅日子，出發享受美好同自在啦！